是11月11是双11的购物节，讲有真侪人是大购买甲剁手，就是买甲真无站在的意思。高雄道电商平台这个购物的业绩是增加2倍至3倍，这个物流中心的包裹是质甲袂输是一区的小山轮同款，邮局嘛是无用到饼。 加派这个卡手，要用上紧的时间，把这包裹送予消费者。双11购物节开始，消费者收钱要买，电商物流中心物件是有够多，有的你无用整理，有的无用出货。因为疫情影响，各犹太翠暗淡纸囡仔拢卖正好，业绩比往年成长2、3倍。为了消化这个货量，卡手足足爱加一倍。 前几个月就开始大量增采增出货人员，对，那我们在提前训练，就是为了这个大节日。大包小包包裹，若无伊通放的，只好先摆伫涂骹。摆到强要无卡路啊！电商平台订单是有够多，业务中心嘛真无闲，快递邮件比平常时成长千几件，整体量更加超过1万件。 网购里面，它都是以快捷邮件在做处理的。那现在大概成长到1万多，这个都是快捷邮件在成长。迎接双11的订单，为电商平台到业务中心，拢出现真侪包裹囤甲敢若山，你看消费者有偌敖买。